我係香港物業管理聯會 AR 董事 Hermes， 英文名叫 Hermes。今日由我嚟匯報一下第7屆2026年王健平會長週年報告啊！聯繫政府與業界，橋樑角色最當先，與時並進求突破，科技自強更向上，培訓交流共守望，排解難題同擔當，智慧管理提效率，數據推動新氣象。香港物業管理聯會，物業管理專業化，聯會同心為大家守護家園，溫暖萬家。每個屆會長3個字真係勁啊！前線支援不會停，政策倡議我力拼，聯繫業界共前行，共創佳績齊向上，堅守服務與真誠，法規同行共減成，持續進修創新機，共創美好新一天。香港物業管理聯會，物業管理專業化，聯會同心為大家守護家園，溫暖萬家。香港物業管理聯會，物業管理專業化，聯會同心為大家守護家園，溫暖萬家。但係標準化少少，而標準化少少咧，我哋係希望係以前線同事嗰個人身安全啊，去做一個立足點啊，唔好為咗返工而整親佢自己。佢真係返唔到工嘅，我哋睇睇而家嘅科技可唔可以用佢去監察啦。管理聯會，物業管理專業化，聯會同心為大家守護家園，溫暖萬家。感激大家一直對聯會嘅支持。其實我都幾次會長嘅，多謝大家報告完畢。